世界万航台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大家晚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黄平晴。2月4号到即马已经有强要10天了。中国的气球世界是酷酷走，美国总共是射了4道。中国迄边马上嘛讲，你山东啊有一粒不明伫海上漂，准备要射落来，看相较高。毋那气球，也阁有为着星云大师悼念得差喏。统战真早海陆空，冷战敢是已经来到？小等来望清楚。首先，小介现场的来宾，头一位是咱资深的军事记者郭鸿章。你好，各位观众，安安。第二位是政治评论员吴文琪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第三位是咱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的副教授吴建中。主持人、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么首先呢，甲观众朋友呢，小来呢，恢复记忆一下。这美国人呢，已经射了第4届，这是美国的这个国防部呢表示，这美军呢在美国甲加拿大边境哦，一个湖的顶头哦，这个天空顶头，那么击落一个飞行物体，嘛是中国侦察气球的事件。但是呢，是这个月在美国以及加拿大上空啦，美国击落的第4个咯。观众朋友呢，已经感觉好奇呢，这个气球到底是啥物？啊，人我唔知，有当是讲这，有当是讲迄。啊，美国人呢，这个拜登总统又讲啊，这袂影响到啊，甲这个中国的关系。但是实际上，你睇伫新闻大当中啊，看到，人伊的议员就讲，吼，这是中国人啊，讲白贼话去用掠着，哦，这实在是真啊，袂见效的代志。这到底这个气球内面哦，圆的扁的啊拢有哦，有大细粒的哦，也有圆可敢若挂花顶共款哦，也有讲这个八角形的啦，也有讲一个敢若气球的啦。这到底啊，甚至还佫讲，伊其实毋那是翕相的尔，啊，佫有通啊来窃听着人咧讲话，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？其实吼，当初咱2月6号吼，我嘛来这个节目。来邀请到，还有咱一个其他的专家。其实我含包括迄个气象专家吼，嘉先生拢有讲到吼，真有可能这就是间谍的气球。迄阵当然佫有人讲毋是啦吼，啊，但是即马找到伊这落来这物件，拢甲捡起来。啊，美国的副国务卿佮含40个国家的大使佮因的代表吼，拢说明过啊。头顶绝对是确定讲，伊佫有普拉佩啦，加讲有推荐力。会使放这个方向，啊，佫有方向导，佮种转弯吼转弯，所以伊毋是讲我方向向东，西向东吹伊个，佮一定向东，毋是，伊嘛向北向南，甚至于讲啊风较细时，伊叫逆风倒退路，吼，因为转去哦，所以伊用控制一个所在，讲伫咱头壳顶的一个所在，暂时可能1、2点钟、2、3点钟无要走，伊拢停伫遐。啊，这对收集情报来讲是真好的物件吼。就是讲，你也卫星，咱这毋是同步的卫星吼，毋是同步的，就是讲含地球的转动的速度无共款的时阵，就是无同步的，佮伊直转。有当是迄个袂副市，嘿，可能个5分钟到10分钟伊就过去啊。啊，伊5到10分钟内底，伊讲会用翕对无？啊，会用传物件，但是伊也走到背面呢，因为叫地球冻掉啊，伊有无法度传信号啊。嘛袂样都收入信号，所以除非讲像讲开较大钱的，拍较悬的，迄东部卫星就是讲对着地球的速度同齐转，啊伊个固定拢一个所在直直转，啊迄个因为位较少，啊嘛较贵，啊佮爱开足侪钱去维持，包括讲因为大家各国拢会想讲，我头壳顶无爱别人个卫星，所以伊含联合国的这卫星组织。来申请这个位，就讲叫轨道，这个讲一个像咱咧轨道的位共款，所以位是协调过，
公布的这卫星是协调过，但是无公布的较低层呢，是大家拢会使用。凊彩人写，凊彩人写，你先写，你先占先赢，所以这较麻烦。啊，但是这届就证明讲，中国就是因为。所以洪总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伊个用无够，东部卫星用无够，啊，搁有即个甚至会较低，也搁用无够。第一个啊，搁有主要就是讲吼，第一个吼。你头顶要放较济物件，时无够力，伊落落来，伤重会落落来，所以歹控制。所以这倒杀转来就是讲吼，中国伫卫星的发展，干掉卫星的发展，其实输美国输探街啦，吼，输一条街啦，吼，输真济。所以毋再讲想讲啊，这风拄拢为西向东吹，啊拄好去吹去美国去，啊拄好啊，我去就直直甲放就好啊。所以毋再讲伊安尼直直捞吼，毋是讲美国嘛，吼。加拿大、美国、墨西哥、中美洲、南美洲拢去嘛，全世界50个国家拢去啊。伊是唔惊人知，还是惊你看唔惊你知？我感觉吼，伊是咧利用讲，恁即个国家拢想要和阮中国维持关系，所以你个忍一下啦，惊啊无看啦，吼，会使用外交手段锁过就好啊。讲我研究科学的嘛，吼，我过一个我紧嘛。啊，因足一个国家吼，其实有这个问题，其实。拜登政府即届，因为唔知安怎吼，突然间硬起来吼，硬起来时，因军方就解扣啊，讲过去吼，川普时代吼，个捌有3届啊，但是阮拢吼认知无共款吼，伊的意思讲，川普对因的跟军方的认知无共款，所以无公布。在伫拜登的这个时阵，特别布林肯要出国的时阵，才来宣布。这个真侪故事，我要请教着文琪吼，他在这个方中也有讲到，讲哦。美国特别要求住在华盛顿的40几国的这个大使来甲因讲，唔那是阮国安尼啊，恁兜的头壳顶下个拢有，吼，这是一个外交动作，真特殊。啊，但是，这嘛唔是头一摆啊，这是伫 Trump 迄个时代就有啊。啊，伊是挑剔演这个戏，也是你。啊！但是我阁看无，伊阁甲拜登阁讲啊，这是拗法的，吼，这是意外，袂影响到甲中国的即目前要进行关。啊，现不现你 Blinken 你都无去啊？啊，到底这是啥物一回事？大家都看回啥咧？应该安尼讲吼，你会感觉讲中美因即马大家拢咧搬一出戏啦。啊，咱若是讲用跳舞来讲，我就顶摆嘛有讲过，咱就咧跳探戈。你头前，我就后壁；你后壁，我就头前。其实因咧安尼算即出戏，所以因根本甲即当阵，因的你若看拜登的讲法，甲中国外交部的讲法，因无要拆破面。所以我讲因吼，若是套句咱进行咧讲电影，因遮大人拢足恶心的，因为大家拢咧搬假戏。为啥我安尼讲呢？咱洪中嘛有讲到啊，不管伊迄个同步卫星，还是迄个，他要去伊要去补足伊无够的所在，但是你看阿强啊，因的即个做法。我啦，甲大家报告，咱用一个详细来看卖。伊若连咱人的目睭都看会到，其实我伊是挑工，就是我就是要你看到啦，讲较粗鲁的啦，我就是要你看到，所以伊咧玩一个心理战。但我咱即摆咧讲讲，伊是挑工，但是我讲袂过去，伊毋是讲啊，迄个球啊对咧西方吼，即透过西方安尼飞，啊伊无法度控制方向，但是真歹势。这毋是第一摆啊，他洪中嘛有讲到啊，不管是南美啊、加勒比海啊，还是这加拿大，拢看到。所以伊是挑工的，这无毋对。所以因咧讲，但我感觉外交部、中国外交部的讲法是安尼，我念互大家听。伊讲，即摆考验的是咱美方对于稳定甲改善中美关系的这个诚意，甲以及处理危机的这个方式。阿强的讲法是安尼哦，但是咱若个回过转来，咱看美国，为啥我讲这个物件他洪总讲，这毋是第一摆安尼，伊毋是在世的呢，3摆安尼，伫川普就3摆，但是为啥美国你会感觉讲拜登的讲法，我甲大家报告，你听你感觉因咧搬假戏？为啥物？伊拜登的讲法是讲，伊要甲中国全面的竞争，但是无爱冲突。所以你看哦，你若是讲以美国人的迄个大钱，真艺术啦，但是讲可能。你亲门大户啊！我真正你讲美国人真正会安尼做，但是我甲大家报告，为什么？我头讲伊毋是第一摆，咱较早讲奥巴马时代是去猎杀宾拉登，但你看咱美国的拜登，即摆是去猎杀气球。这种程度啊，这种抗战其实有差，因为咱知影美国的霸权。无去啊！你要叫伊去猎杀习近平。
无，即摆是讲伊的决心，伊你看美国其实伊就为着我讲定来讲，美军、美元、甲美债。这三个米是因要做霸权的一个所谓的基础啦。但你看为啥进前伊即马一直退让，我两个数字甲大家报个。第一个，各位你看美国即马讲一定所谓的中美贸易战拍3年啊嘛，拍3档啊嘛。彭仁我甲你报告，对即马来看，甲今年来看，美国对中国进口有5370亿，内底有3000亿是爱个扣20%的高关税，但是。美国佫是需要中国，另外一个数据，伊全球即马去年的这所谓的这个贸易量，美国甲中国是6906亿，有增长了8%。意思就是讲，伊拍3档啊，拍愈拍愈奇怪，愈买愈济，所以美国嘛需要阿强啊来降低伊的所以什么CPI 生活物价指数。所以我讲，这两个国家因拢是讲好啊，可能就有一个讲法是讲，因为这个气球这样飞起来啊。我有可能进前本来以2月5号布林肯一定要去中国大陆啊，但是因为有一寡代志讲袂好，所以借着这个看会到。你这个推论，这真有这个艺术哦。我弹球去你，啊你来射起来，啊连续我来射4摆，啊互我拜登好竞选，我替你加啦，对，加一场戏啦。因为咱安尼讲啊，我讲为啥我讲美国？敢是安尼？我看这种可能，你袂使。我来请教建中老师。是，其实吼，咱知影国际吼，迄款国家甲国家内底吼，拢有一寡运作的迄款方式。咱比一个例啦吼，其实我迄个温奇哥在讲的吼，其实咱用一个举例来讲，咱定定吼，定看人咧弄红灯，啊弄过了后，警察无甲抓落来。结果别人拢无查，佮他查我落来的时阵，你会甲警察讲，因拢弄红灯，啥那无查我？你无要查伊。啥那之前我气球放遐济粒，你拢无甲我查落来，即届我啥那甲我查落来，查落来敢一定就对。咱讲吼，伫国家内底有刑法有民法，伫国际内底有国际法。哦，国际法的意思是啥物？咱一个国家内底有绝对的迄款主权。啥物叫绝对的主权？咱有一个叫领空，甲一个叫领海。空甲海的部分，咱简单讲，空的部分就是国土以上，吼，国土以上就是咱。所以建中老师，你的意思就是讲，徛在美国人家己的本身立国的基础来讲，我的领土不得互人侵门踏户，我以安怎落来甲你写的？安尼讲，任何的国家，包括中华民国在内，只要有任何的飞行器，而摆咱的台湾的领空，就一定爱甲拍落来。哦，这一定是咱看到过去内底，咱上重要的一个原则。无影，无一定呢。有当时原来飞来，我记一个，我记一个。咱还讲领空内底，啥物叫领空？咱的国土以上100公里，100公里的概念是啥？这是国际法内底，咱的飞行机会当飞到上悬的一个部分。咱过去内底，我知主持人咧讲，去年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，因为有一粒迄款弹道飞弹飞过台湾的顶空。这个部分是飞入太空内底150公里以上的弹道飞弹，真正无准算啦。飞过，因为外太空法内底，包括卫星，还我讲的低轨卫星，还是弹道飞弹，这伫外太空内底，这拢唔是国际法会当管的。无准算。但是只要伫领空顶头，吼，咱有分两个哦，一个是领空，一个是领海。领海的部分是讲12海里内底，你的船会当注定无海通过。但是咱的国际法内底领空的部分，歹势哦，这是绝对的主权，这是任何国家拢袂当甲你踏入来的部分。我举一个例吼，1953年的时候，中国就甲一架国泰航空的飞行机就甲弹落来。1983年的时阵，苏联甲韩国一架飞行机，民用的飞行机甲弹落来。即届咱爱讲到一个部分，还过咱讲气球，观众朋友可能会感觉讲气球也无啥。但是你爱知影，这个气球是3台巴士的遐尼大的气球哦。啊，上重要是讲，这个气球的讲法，这是美国人的讲法。美国人讲这意思是一个间谍气球。中国外交部安怎讲？这是一个空中的民用飞艇、飞船。飞船哦，这毋是气球哦。这两个讲法是无共款。啊，到底我都甲证明讲，这是飞船还是气球？我拍落来较知影。所以美国较会做这个考量。老师，我知影你的意思哈，但是我头我有问讲，
这文琪讲的，讲伊认为美国甲中国是两出啊，那个演戏啦。无，我讲的是讲，所以论真呢，论真呢，因为啥物？因为这国际内底有一个叫做国际法。你看中国讲法是讲，美国违反着国际法的精神，伊讲袂出来国际法对一条。我讲的是讲领空这个绝对主权的这个部分。老师，歹势，我小我讲补充一下啦吼，我莫讲，我头有讲啊，1962年5月，美国 U2 飞机苏联去人拍落来，你美国去猎杀宾拉登是侵犯巴基斯坦的主权。你美国你咧讲国际法这个物件，我甲你讲，迄就是讲拳头某较大的人，就是伊讲的是道理，啊无美国伊无遵守国际法，连即马 WTO 伊来拍但是问题，那如果照你的逻辑来讲哦，啊，即马就是像拳头母大，我就甲你写落来，啊，你就有在条你来背啊。因为他计中讲的，大家摸袂记哦。裴洛西迄天来为咱的环岛旅行，伊其实有侵入领海12海里哦。你看伫高雄，但你看咱的蔡政府到底有反应无？无，伊无反应哦。这是事实哦。这咱小安来讲，我好建江老师讲。我讲的，咱的 U2 也是美国的迄款，咱的黑猫总队飞入去中国的时阵，迄个时阵的政府是啦，中华民国政府。迄个时阵，中华民国政府有允准美国安尼飞入无？有。哦，咱有这个默契。迄个时阵是中共插进中国大陆，所以迄个时阵因两个关系，甲咱即摆的关系是无共款，袂当共款来做一个比较无。我讲的是讲，迄个时阵美国是飞入中华民国的政府的领空内底，中华民国政府无讲无同意，尤其是迄个时阵，咱阁有迄个黑猫总队在甲因合作配合的时阵。老师，所以你甲文琪的看法无共款，你认为美国人是论真的？中国人嘛是论真的。我安尼讲啊吼，美国人伊个拜登伫迄讲的国情咨文顶头是讲啥？若是中国威胁到咱的主权，咱会采取行动来保卫咱的国家。即句话，这是拜登伫迄个国情咨文顶头伊讲的部分。伊讲伊甲中国无希望有冲突，但是伊会有竞争的关系。但我补充一下吼，所以拜登讲失败。大家拢去伊下骹的官员咯，所以拜登讲的话听听就好。我意讲伊直直讲了唔对的，年纪大。你还是坚持讲，因这两边就是咧搬戏。因为你若看因，我就讲对旧年的G20因伫，伊其实就是咧搬戏，啊无伊袂甲讲，我就讲伊能亲门大户，伊佫甲你讲布林肯只是暂缓，唔是讲歪去哦。伊即马耶伦佫想要去大陆哦，所以你就看因其实佫想要做伙就对啊。洪总，你随这个军事的角度来看。咱有看到这个新闻哦，哇！伊这哦，这个气球讲也是这个侦察气球的舰队之一，吼，而且佫有内蒙古也有这个飞行基地，吼，这个基地在哪里？到底呢？以前要创这，咱内面咱无清无楚，但是事实上，美国人也写落来物件也摕到啊，那这10天。拢无消无息，讲要讲，敢若歹讲，要讲，敢若歹讲，是袂使讲，还是唔知影要安怎讲？到底是安怎？你的推论呢？其实拄则建中老师甲文琪兄吼，两个拢有讲到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讲你讲国际法也好，还是讲国际关系吼，咱为大的框架来讲吼，其实实力原则是真重要啦。当初不管吼，你讲纳粹吼德国去拍甲惨，美国甲苏联两个拢甲占一半，落尾甲演变个冷战嘛，对无？咱若要安尼讲，什么拳头母大个人讲了个对，安尼就无意思啊。吼，咱安尼讲无意思啊。比如讲胜者为寇，败者为王那拍输的人拢无话讲吗？毋是，日本人想到即卖为止，因拢去遵守伊战后的宪法，无要成立军队，拢叫做自卫队，伊就是咧。行伊的制，因感觉拢伫咧反省讲，我袂使阁有军队去军事力量去侵犯别个国家，所以才会收紧。伊是毋是讲美国人逼伊接受的哦，是日本人逐支拢要接受的。所以讲落倒来吼，咱拄仔讲这间谍卫星间谍气球嘛好，像咱讲美国讲的，大家会讲拜登讲的是毋是讲真的还是讲假？毋是，其实对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讲。伊嘛是要留一寡空间互对方，因为伊讲啊，所以洪总，你的意思是讲，留一寡这个
这个外交的这个空间，那么然后啊，这就是无要准备个虽然气球要甲你射破，无要甲你的关系冲破。因为对美国人来讲吼，今日气球飞到因兜家门口就拍开就看到。伊是内陆啊，伊毋是讲夏威夷伫外岛，毋是，伊伫内陆国家，啊，伊个飞过加拿大嘛无讲啊。所以黄总，我会当讲，你诶，即个观察甲文琪甲建中老师拄啊徛伫中啊。其实我来咯，我无写我袂使，但是呢，我有认真，我咧讲了你安尼袂使。对，我写吼对不起家己的百姓，啊，但是我写了，写这个气球写了。哈，比如讲吼，我也袂爽，像迄阵金正恩吼，北韩领导人，伊含川普咧相抢讲，我有核子弹，我要甲你弹过美国，啊，川普嘛讲，你有迄个按钮，我嘛比你较大粒，什么意思？就讲你也要来争，我唔惊你，但是美国也讲，即马拜登为着几粒气球，即马第4粒吼，飞来尔，个要拍飞弹去中国共炸的时阵。安尼就是唔对啊！啊，伊个变到文琪乡讲来讲，迄你拳头无大了，伊个讲来对吼。所以我问这个问题伤早，啊，佫看袂出来。所以文琪乡看到的跳探戈也袂发生。其实你即马就是跳，即马算第一步尔。哦，所以你也认为讲，即马咧跳探戈。就像讲这金额拄好放落尔。但是拄啊来啊，讲哦，这个众议院啊，这个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，这真趣味哦。本月底要开始运作，而且啊，搁咧讨论讲要指派代表团呐来访问台湾，无排除要来台湾开听证会哦。这是头一摆的，咱伫台湾头一摆听讲，民国来即众议院要来台湾开听证会啊！我感觉真好奇啦吼。你用视讯嘛会使啊，用啥要特别来接飞？这看起来佫毋是咧跳天歌哦，是敢若咧跳三人舞呢。我先讲一下，其实美国的国会议员和咱立法委员上大一个差别，伊的权限吼比咱立法委员大一倍，多一倍，大调查权。伊会使调查讲，总统是毋是含迄个助理安怎吼？啊是讲调查讲伊有通外敌无？啊是讲吼伊有啥物偷用公款无？拢会使个调查，包括川普哦，伊支持者毋是冲入去国会。迄种一直调查，佮成立啥物特别的法庭去审，所以对国会议员来讲，伊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，伊要去找事实，因叫做 fact finding， 所以伊会使去全世界找事实啦。所以这个动作看起来，敢若是文琪兄讲的，讲跳 Tango 的时阵，我佫退一个，啊，你来进一个，啊。但是咱台湾伫边仔讲，我也要跳，唔去。所以我来讲，伫这个所在，我感觉台湾是上可怜的啦吼。可怜哦，可怜啦，因为我讲，因为你照你讲，政府你要徛伫2300万人的关岛，因的福祉、生命财产，你要替因想，因为我莫讲佩洛西这届，你到底台湾？问题人喺射迄个气球啊，咱是要可怜啥？因为你无看第一个，咱也是无新闻无假话。是咱台湾有个第一个呛声，讲阿强啊，你袂使安怎拄安怎。我头一定讲过，美国伊无唔对，伊徛伊个国家利益，伊当然争取。所以你头讲因是跳探戈，为虾米裴洛西甲即摆的麦卡锡，因即摆咧考虑？我意思讲，因拢是为着因家己国家的利益。但咱台湾人，我讲你家己你安全是靠美国无唔对，但是你爱想清楚哦。咱先莫讲，咱买的武器拢比别人较贵，是2代2手。你连家己的战场就是咱伫咱台湾本土，你连布雷系统，我想讲，你一个核心的，你爱核心的，你是国家的领导者，你照你讲，当然咱爱备战，但是咱绝对袂使讲哇，今仔发生伫咱家的台湾的本土，你即欢喜的。第二个，我讲经济，你要靠中国，我头一定讲过，美国的这个厂商，咱伫这几工，较一个2023年的所谓商业景气调查，美国你讲好啦，无相信在野党讲的话啦，在野党拢是看袂起啊，美商做的调查。对，因为对咱台湾未来今年的经济，甲未来3年的经济，伊讲有71%甲79%，看好咱台湾。但是你就看到蔡政府讲你看有71%、79%，看会起咱台湾。但是因无讲的是啥呢？因无讲的是讲，那佮甲去年相比的话，其实是66%、64%。即摆讲台湾经济就好，
投资有133亿的美金，但是伊无讲的个啥，我甲朋友讲，这就是认知作战。其中有2种，一个是新加坡并购了花旗银行50几亿，啊，一个就是咱的风电17亿。因迄拢是一次性的投资，意思是讲，美商有啥会讲，伊有5个担忧，其中一个第一项就是两岸关系。我意思讲，咱台湾人绝对无去人骗啊！你甲数一拍下，哦，咱台湾经济是20年来上好的。这已经是一个一定存在咱台湾生存空间内面的代志嘛，对不对？吼，对。所以不管如何，啊，美国要甲咱帮战，啊，咱看起来也无法度甲杀出去，吼，嘛无这个可能性。咱无可能，无可能嘛，吼。但是咱来甲你爱去春秋啊。好，咱小等这话，这春秋按照春秋，我再来请教。建中老师。是啊，我主持人有讲吼，像美国迄个参众两院内底，因的做一个国会议员吼，想要来台湾。对呢，这众议院这特别委员会。为什么？我讲一个吼，这就是咱台湾吼，伫过去内底，迄款灰色的这款冲突吼，是全世界内底上有经验的。啥物叫上有经验的？你讲亲像因的气球安尼飞入来，飞入去美国领空内底，这过去内底美国到底知也唔知？因的美国的人民绝对是足少知影这个代志，这头一个。第二个，咱看到讲，伫过去内底，咱台湾是互中国足侪锐实力来入侵、shut power 的入侵。这入侵的内底，即摆咱大家足侪人咧讲啥？抖音啦，吼 TikTok 啊，吼小红书啦，吼小红书啦，这个物件其实即摆美国是毋是在禁止这物件？这过去咱台湾已经讲偌久啊，这头一个部分。第二个部分，你嘛捌去过金门、马祖、澎湖，中国的迄款抽沙船，伫咱的迄款渔民的迄款渔业内底，都伫抽沙。啊，这内底啊，咱赶袂走，咱的海防的去因着摕，啊，咱走了后因着过来，咱的遐渔民有偌济物件是掠无去。啊，这是第二个部分。第三个部分，咱讲到讲。中国的迄款飞行机，逐工伫咱的领空顶头，安尼带着飞来飞去吗？毋是，因是伫咱的防空识别区顶头 ，ADIZ 顶头，带伫撸擦边球。为什么？因到即摆12海里迄款领海，啊甲咱国土啊甲领海以上的这领空的这个部分。到即摆，我讲者，咱中华民国空军24小时绝对袂互打入来。啊，我文基兄咧讲的，讲啊，咧美军为着要护送佩洛西来，这咱是受害者的，美国是受害者。咱中华民国有绝对的外交的自由，要交啥物朋友，要甲啥物人来计较。佩洛西来台湾，是安爱美国的军机来甲咱的中华民国空军来做这个合作。维护伊的安全，因为飞出的时阵，中华民国空军甲日本的自卫队来合作。为什么？这咱是被害者，被害者变做一个加害者，这个讲法，啊，这实在是讲袂过去。不，来，这题吼，这题我小等吼，这个文琪来回答啊。但是老师，我头仔咧问的是讲，这个众议院的这个特别委员会来到遮，要来开听证会。这个听证会吼，实是讲在连线来嘛会使，伊特别要来，是毋是在这一连串这个气球事件诶，这个要收煞的进程，伊个对中国来讲，你是真正咧讲，我是他都因为文琪咧讲，这是咧跳 tango 啊，吼，就是其实你好我好啊，你歹我歹安尼进进退退，啊，但是伊这个动作就做落去，中国是毋是佫跳起来？美国有美国国内法，所以因要制裁中国的时候，因爱有调查，爱有法律，爱有依据，所以因来台湾做一寡调查，这是补充因等去做。这必然的，这必然的。啊，这毋是咧跳天国，这毋是跳天国，为什么？因为所以建中老师，你维持你本来立场就是讲，这就是论真的啦。国际法伊毋是塑胶，伊嘛毋是放伫遐摆在遐看。这绝对唔是迄个会当互国际关系会当变成。但看起来嘛，软 Q 呢吼。国际有当时，这有当时。比较复杂性就是讲吼，对啊，建中老师有对啊毛小可讲的，佢讲美国其实伊个国会跟两个院，啊我袂记哩，参议院甲众议院，这两个院是哪讲一个较顶悬，一个较草根啦吼，但是拢真重要，但是。
控制多数的政党都无共款。Senator 众议院是即马是挖执政党，是民主党，但是众议院即马是较挖共和党，所以包括讲这特别委员会嘛好吼，看起来这个成员是共和党的较侪啦，伊讲的较大声，所以这个时阵绝对是袂互拜登讲吼伤软落去，伊要甲定起来，甲硬起来吼，互拜登讲袂使退，这是对美国做外交其实吼有好有歹，好的时阵就讲。万一就拜登来讲，就算伊讲到北京吼，谈习近平做这伙食饭，伊会使客我国会来甲讲啊，讲我国会吼，即摆咧咁多个，我袂使弄，吼，这是我人民的代表讲的，所以这变成讲伊有这筹码嘛。所以三位其实对这美中关系，看到咱台湾的角色，乃至到讲因这个正面、负面、正面、负面吼。福佑就有当时你插我，我插你，我甲你写去。中国也讲啊，你阮这山东啊吼，这个海面上嘛一粒啊，我甲你写看卖，吼，到时阵啊是啥较歹看，吼，嘛有可能是安尼。咱若顶出进前飞过去美国迄粒2月2号发现迄粒，伊嘛飞过山东南边的海岸，包括遐出海出去日本啊。所以迄粒算啥来，佫唔知咯。伊下落才知啦，下落来。应该安尼讲啦吼，我佫是强调讲，咱咧看政治吼，袂使伤过理想化，但嘛袂使伤过现实。但是就讲事实上，我讲为啥拳头无？就讲咱也是看咱所有的历史，其实真诶我嘛足无爱这种感觉。但事实是就安尼，伊对。阿强啊来讲，伊即摆咧当骨，也袂当大人，所以伊讲话，伊即摆去看美国，伊去人卡脖子。但美国咧，你讲伊即摆敢有法度伫俄乌战争，另外佫伫台海佫开另外一个，我感觉伊的能力，即摆我头讲的美军、美元、美债，伊基本上伊是咧向下。但你若讲，今仔讲哇，真诶。咱台湾人真正这样勇敢，咱都是伊是加害者。但我甲朋友、甲老师报告，几个案例拢是即摆发生的代志哦。你就感觉讲啊，即摆民进党到底是说算真的啊，算假？我头仔甲大家报告，咱莫讲梁文杰，我先讲梁文杰。梁文杰伊伫咧做议员的时阵，伊讲绝对若是有延期的话，飞机飞来飞去的话，照你讲就袂使，就是袂使开会。但即摆去陆委会，伊讲哦，咱这爱交流啊，那拄啊啦。第二个，你看即摆史瓦定仪。这个新闻大家拢无注意到哦。史瓦蒂尼，咱讲是民主价值同盟，咱来挺咱家，迄是咱伫非洲唯一的邦交的国家。到尾呢，伊甲伊的异议者马赛克台戏的时候，你看咱蔡政府讲啥无？我都真歹势讲，咱的捷克迄个总统通话上尾，迄个总统新总统是安怎讲？伊讲无哦。是恁蔡总统，要甲我通话的，我可是支持一中原则。咱即摆连中西药物，即摆拢靠中国大陆。你有看到咱蔡政府提出啥物方法无？所以我讲，有咱咧讲政治，我讲有当政治足复杂的，但是有当政治足简单的，就是你好好做，你甲你的实力提出来。你若是讲话会红声，你跟他讲我台积电护国神山，我法度讲话。S 伫我的手头，但问题你怎啊看这蔡政府做的，唔是安尼啊？我头讲，不管是美国的美侨商会、德国的商会，连消资第一个走去中国大陆，上尾唔是中国讲啊，你即摆消资来啊，上尾我甲连辉瑞，即摆较早伊讲科药，迄个科兴甲迄个国药，上尾伊唔讲好，我开放所谓的即个辉瑞，会使互外国人拍，所以我讲人阿强啊，伊有咧动头脑，咱台湾人无做人的记忆啊，规工就讲对咧美国对咱足重要的，但是唔是上重要，这是咱家己爱是上重要，是足重要，但唔是上重要，唔是上重要。对。但对于这个邦交国来讲，美国是真重要，唔是上重要。对，啊无我甲大家报，上尾佫一啊，立陶宛迄个唔讲，咱是蔡政府讲，哇，咱好棒棒，到尾讲没有领悟功能。你知影说，我讲蔡政府拢咧做这种代志，你知无？这是足夭寿的代志，袂使安尼。你爱替咱台湾夭寿这程度哦。真的，你要做实际的代志。建条老师，我安尼讲啦吼，即台湾的国际空间遮尔艰苦，安尼遮无简单，会当踏出去。讲正经的，这是外部的迄款空间，到底咱国人是要安怎看中华民国国际空间？我讲正经的，干那一句话就好。若是有法度
咱行搁较进一步，我相信咱的政府嘛是愿意搁较进一步。是但是中共对台湾的国际空间内底绝对无踏任何一步吞论的所在。第二个，我补充一下吼，迄中国嘛，看到讲有一个气球啦吼，但是咱讲的实在就好笑，伊新闻一出来的时阵，讲青海的迄款海事局顶头，伊是一个区。一幕区，咱大家去找，啊无即个区，即个区内底嘛无即个局，哦，这头一个。第二个上个好笑，你看人美国甲弹来了，是海军去甲护起来，去要摕当做研究。中国是啥物人爱去甲护起来？你看新闻，拢写渔民去甲护起来。你啊看国际迄款实力顶头内底来讲，过去习近平讲东升西降，确实无毋对。这气球飞去是东边飞去，西边去拍落来，东升西降降落来。所以咱咧讲的是讲，其实咱台湾的国际空间真正是足无简单的。明仔会当突破这个国际空间内底，互中华民国会当行出去，这是咱国人不管是在野党啊、执政党，拢爱合作的一个部分。有一个较新的资讯吼，一定爱讲吼。其实拄则文琪遐有讲着讲，咱台湾第一个跳出来去讲拉中共，其实我无赞成安尼讲法。迄阵是讲的是讲，因为美国即马实际感受讲，伊的中共的气球走去伊本土啊，所以美国会使感受到台湾伫中国边啊，实在拢强，逐工强压迫的感觉，伊是安尼讲的哦，完全本是安尼讲的，伊毋是讲中共气球来无来，毋是，但是今日上重要吼。这个新闻大家文件遐嘛，等面看一下。拄仔3点外的时阵出来，英国的《金融时报》就是《Financial Times》伊在咧报道，伊去问台湾的军事官员，台湾的军事官员讲吼，中共的气球其实几啊年来已经几啊十届军用的气球来到台湾啦，包括讲前年哇，咱国防部有证实前年有来2辆，几啊十届，起码是几啊十届。啊，因为谁那即马甲讲，我感觉吼。这咱留互政府去解说，但是伊即摆讲来讲，即摆看到拢差不多是2万英尺，比走去美国更加低。啊，其实这更大胆呢哦，更大胆，嘿，所以啊，由这来讲吼，台湾的情报单位去研究的是讲，这拢是解放军的空军一部分，搁一部分是火箭军，就是因为弹道飞弹的这些军事的。因为拢要收集台湾的情报，所以真需要这个。啊，因为比卫星较好用，更较俗，所以拢直接用。所以我讲吼，咱台湾毋是讲，毋是讲吼，拢无去用欺负，咱就袂使出声，或者咱袂使安尼讲啦吼，我就讲，所以对我来讲吼，我这拢毋是第一摆啊嘛吼，洪章枪他嘛证明啊，讲伊啊，我就讲，所以这个牵涉无？这都嘛爱，但是我甲大家报告，发生遮尔济摆，伊来加经一摆要讲。伊为着伊家己国家利益，对，所以我就讲，所以这啊无10几届进前若是有真正，你感觉迄个气球飞来飞去，伊共款的目的，啊，你迄当阵你袂讲话，这当阵较讲话，你袂感觉足奇怪，啊，早你拢无看。这摆伊遐歹势，伊讲的是来台湾。是，我就讲，我是讲，这刷来我就先问一下吼，即马夏立言，啊，佫伫中国，啊，然后呢，为着即个新闻大师啊，吼。要来悼念，因就是有超100几人，吼，要来台湾，吼，啊，结果咱甲拍转去，讲你这个叶小文哦，你这个过去中交局的局长啊，你这来，哦，你这袂当来，你这国际拢甲你点香做记号，吼，记录真歹，我若互你入来，我就叫世界人笑咱台湾无买，吼，啊，但是其他是毋是会当入来？到底啊，刘委会讲法是当然是有道理啊，吼，因为我来有风险，这敢是有道理啊？我先问文琪，啊，再来请。我讲，所以我讲，有时我讲，蔡政府伊上尾一档啊，吼，伊若要好好做代志，其实伊会使好好做。当跳探戈，你的意思？对，无我头我是回应者，足简单的嘛。我讲，大家拢知影，伊咧甲咱欺负，咱拢知。好啊，但我讲对老百姓来讲，你拢免甲我讲遮济，因为对话的阿强啊，毋是第一天想咧消灭中华民国，这咱大家拢知。好，但我即马对老百姓来讲，我甲看一件代志，你到底是愈做愈好啊，愈做愈歹？对阮老百姓来讲啊，我看马英九时代哦，
免签证的国家愈来愈多，我行会出去。咁我伫咱针对着这个叶小文，对，我当入来袂入来。伊入来，甲无入，我甲大家报告哦，这是因伫咱所谓的蔡英文总统，伊一定伫所谓的台商联谊会，伊一定讲希望讲两岸的有序健康的交流。我意思说，蔡总统、邱泰山，所以你有赞成叶小文入来？对我来讲，当然赞成。为什么呢？咱就明明知影，咱若相信咱家己制度，咱是民主自由，咱有法度赢过伊。咱对家己敢无信心？伊一个叶小文来，伊是叶问吗？敢真正遮高拍？我意思说，你对家己的制度你要有信心。你甲规即摆你看着足奇怪。但是伊这是世界各国律师拢甲告呢，告伊咧迫害这个宗教。若是讲甲告到呢，伊即摆个坏了，我甲大家报告哦。你想看进前是法轮功，你看进前的辜政府，迄个所谓陈云林因来的进前。敢有发生在孙亚飞、李亚迄个孙亚夫，无发生代志，拢无。所以我讲，其实免惊政治人物，伊要去操作，伊即摆若要互你发生讲冲突的情况，我你看，伊来就造成咱台湾的纷争。但是伊若是真正有法度，伊根本这种代志会使无发生的。所以伊拢是政治操作。所以我讲，即摆你若是赞成蔡英文总统讲，咱两岸爱交流，因为这样所有的国家大家拢解封啊，咱爱开始交流，爱互动有尊严。你就爱勇敢啊！啊，你即马连再跳探戈啊！你无，所以我就讲伊无，我就讲，所以蔡英文讲永远是讲一套做一套，真正讲真正伊要来啊！这是一个好。所以，文基遐是咧讲，伊是探戈大师啊。无，因为星云这是往生的代志，是人情世故。你连这种人道你拢会惊伊，我讲你扣角啊！你连这都会惊，你啥袂惊？扣角伤严重哦！来，请这个建中。是，我想吼，头一个咱。第一个例啦吼，咱要去日本还是去美国，咱拢爱签证嘛吼，咱爱提出申请，申请了当地国家允准了，你才当入来。咱知疫情开始了，咱两岸足侪物件拢启动落来，启动落来了，即摆咱有看到一寡特殊的状况吼，比如讲观光的啊停落来嘛，啊即摆有一寡特殊的事件，咱爱透过一寡申请，啊申请了后才当入来。咱伫过去内底，其实咱嘛看到，不管你讲孙亚夫啊、陈云林啊，这些人来的时阵，咱国家有甲动无？无甲动。为虾米？正方代方申请了后，咱国家允准伊入来。但是即届咱看到是讲，伊夹伫集团内底，你来的目的是啥物？来吊念嘛？来，你会当较大方咧嘛？你就知影14个中国人内底，叫做胡文琪、叫吴建中的有偌济？伊就挑工，伊申请的时候，伊无爱甲你讲我是送，啥拢爱安尼做，因为伊就是做贼在画掠贼嘛。为虾米？因为伊入来的目的就是要创啥？伊来几工，伊要建商，这也唔免你管。我入来了，我要想要建商。咱会当甲要求讲，你都要写明白，讲明好停。这申请单位爱去做这个保证，这是确实无唔对的。但是申请单位你来看，伊连申请的时阵，咱看即届陆委会顶头允准的120外个人内底，不管是身份的，迄款伊的朋友，还是亲戚50只拢允准伊入来啊。啊，但是伊内底业的有一寡因国家的这党政军这部分，统战部伊的身份甲地位是毋是爱透明来做申请？咱过去内底两方有一个目测，你要过去的时阵，伊要过来的时阵，咱来拍一个招呼，按照既有的这款联系的管道内底。哦，所以建中老师你讲了一个重点，就是讲伊无来甲咱挨沙子啦。莫讲无挨沙子，你去看真正反送中的时阵，迄个陈东家伊讲伊要买飞机机票飞登来台湾来投案，是安怎？你这台湾敢会当讲你安尼入来就入来？为什么？你若伫咧飞行，所以若是挨沙子，你爱叫专案来申请，爱叫申请。为什么？伊拢讲台湾行程，伊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。啊，伊要入来台湾，若是爱申请，安尼伊亲像伊要去广东，无啦，咱讲一摆啦，讲一摆，赶快啦，伊要入来。所以老师你讲，若会当入来，应该4个条件，一个按照过去挨沙子，专案申请，啊，然后你的目的甲行程，目的啊，对，报这个行程，对，爱报行程，爱一模一样啊！你要入来吊念的，你袂当。啊，咱就安尼直接甲讲啊。啊，就安尼甲讲啊，伊就无法度接受啊，伊就讲政府在甲动嘛。所以咱看来讲申请的时阵是申请啥物人来，伊要来啥物目的，
啊有过去伊个这东进军这背景在来，啊一个一粒，伊拢想讲咱的新内阁拄上。啊，那亲像这个文基兄讲的，讲咱有信心吗？咱当然该讲明明，互听听，啊写明明，啊你迄落这个江山，你来做背书，啊上后尾我掠你拄笑。我伫疫情进前吼，都已经掠过几6届这个情形。什么情形？有掠过几6届啊？哦，足简单，你比如讲有一个叫武统的迄款学者讲叫做李毅，伊要来这种啊，伊申请观光来，结果讲要来台湾来武力统一台湾。这种人敢会使？啊，包括着咱过去个陈光标入来的时阵，伊是来创啥？来健康检查，结果讲伫圆山要分钱给台湾人。吼，啊，过去内底咱讲像陈芬林来台湾的时阵，四界安尼行，伊要见啥物人，拢毋免台湾民众去甲做安排，嘛免官方去甲做安排，伊想要行去甲对。但是入来时，你来申请啊，你到底即届来的目的是啥物？无啦，听讲叶小文马英九时代要来吼。2009迄阵年是来驻记的，无爱有伊来啦。迄个时阵就甲注记，为虾米？因为伊破坏法轮功、维吾的、甲西藏，这三个国际拢在甲所以叶控制啦。小文迄阵是马总统的时阵，就禁止伊来文记。我感觉这种代志其实足简单，你知有啥物无？你就是因为我为啥对蔡政府无信心呢？我甲大家报告，我赞成建中讲的，你就照规矩来嘛，照品质要行。吼，你到底要去徛？你就较早我头讲的，咱进行2届伊的调研，你若甲公布，迄当阵因到底是申请什么表格，填了哪些东西，你就讲甲即届做一个比较，大家就知影伊到底有照规矩来啊无？哦，你讲哦，伊无照机制来，我唔知你的机制是毋是佫新呢？第一个，伊头讲的王立强的案子，大家会记得无？你连迄个水饺、面食，迄个咱的食药署，进前咧讲的，讲哦要申请，咱对咱蔡政府的即种的迄个能力，伊若是即种普龙讲的能力，你即马讲哦，我即马爱照规矩。蔡政府无照规矩啊，伊根本就是颠颠倒倒啊，所以我讲这件代志足简单呢，你就甲过去爱申请的迄个制度、迄个报名表啊啥，你拢讲好清楚，甲即届做一个比较，天开大家看讲哦，叶小文夭寿哦，绝对安怎怎，大家就无话讲啊嘛，啊无即马拢你讲的，到尾你即马来讲叶小文有较早有啥物记录，真歹势，我头仔讲过，进前蔡英文政府做的代志。每一项想要叶小文，咱即马知影嘛吼，伊即马总统的时阵就禁止伊来嘛，吼，所以这个小唔通记哩，蔡政府顶啦，其他应该照聘照行。对，就是照聘照行，所以我会使解决。建中老师有同意无？补充一下，任何中国大陆的民众要入来，拢爱透过申请单位吼，这专案申请，移民署内底会有一个专案调查。专案的联审会，这联审会内底会去调查你是毋是董建军有偷业入来无，有拆团入来无，有目的甲行程无共款无，这伊拢会去调查。哦，这想起来吼，这一波搁一波呢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再起，对气球啊，对人哦啊，这个宗教大师的过身，说来我唔知有啥物，这统战一波一波啊，这夏立言好也未转来咧。转来了后，唔知还佫有啥物吼。是。这个咱来看吼，包括着头拄建中老师所讲的，啊，这个飞行机啦，哈，无人机啦，气球来走10几届，对，10几届，咱到底有啥物方式来方式啊，上少的成本来做这种代志？不管是因来拜访的人，还是飞伫头壳顶的这个气球。其实吼，我是足无爱用钱来算国家安全这个代志啦。所以有人讲吼，这美国人在用迄上新的 AIM-9X 去拍迄一粒1万块美金的气球，其实你袂使安尼想。你一个国家的主权向侵犯的时阵吼，结果你敢讲你算得小吼，开偌济，这个伤济，咱伤少啊，等你得算嘛得了吼，你这个民主先下了，卖讲吼，你讲什么情报去用偷了，你讲民主个无民主啊？就像文熙遐讲的嘛，讲什么政府你做了无好安尼，啊，就是就像这款代志，吼，咱先安尼讲。第二，对于中国来讲，伊即马是毋是放出善意？其实我讲真诶啦，伊也要想要叶小文，还是讲像因遮董建军诶要来，咱较大方诶嘛，14个大国嘛，放咱的官员去好无？这个时阵放心去啊，咱你文基有同意，对啊，包括讲同意，我你讲，以咱国安局的这个量能啊，我意思是讲，咱若讲实在话，中国啦，倒一个毋是官员，拢倒一个毋是共产党、党政军，
我意思，你若要用这种理由的话，其实你拢会使主动。伊徛伫连因的迄个民间机构、企业都要有党委书记。我意思讲，你对付咱中华对外的这个国家，可以跳探戈，你当然无，你爱可以照聘照行，就是咱爱提出咱的优势。我意思讲，你对家己的制度，所以伊气球来那个下落去。我看我对咱台湾的国防部无啥信心啦，进前若飞伤悬哦，我让美国人，让这个日本人啊讲啊，日本大臣讲吼，咱若发现这类似的物体的时阵吼，咱若可能爱个有必要，就迄个结构。对啊，但是你看咱的手板，但迄当阵的河野太郎，伊是讲哦，对安全没有威胁。一开始这粒气球飞去美国的时候，对蒙大拿州迄个人烟罕至的所在，美国的第一时间嘛讲，哎呦，飞去遐无啥物影响。但是我突然间想起来呢，那美国的这航太防卫司令部强调讲哦，我已经来调整这个侦测的这个参数，所以以早吼，阮四角贼啊，意思是敢若是安尼，唔知我解读叫，以早阮哦，这个侦查的时阵哦，四角贼啦。所以就无看到啦，所以即摆知影啦，啊要甲创较好诶吼，啊以后哦，特别我就开始写落来，敢是安尼？其实对雷达的原理来讲是对的，无唔对。其实因为过去吼，嘛我讲吼，列装就是讲隐形的无人机，谁那讲一开始无就发现，就是伊甲雷达吼反射的这个信号吼，甲缩小。变得讲做细，本来讲一粒飞机吼，伊比如讲你雷达顶吼，包括你啊，包括你凊彩一个护士妈妈过去，我爱迄度。对，所以毋得讲第一速度无共，第二伊材料无共。啊，其实是即摆拍落来吼，其实讲真诶啦，准讲无拍落来吼，其实是会做失明处。我哪讲呢？因为伊气球第一做大粒，第二因为大粒的气球浮力做大的，所以伊会使载落下底迄 truss 哇。迄铁管迄哇，足大片的，铁架足大块，唔知用载足侪仪器的，吼，这是上重要的。所以唔知讲，迄包括迄金属的物件，吼，铁的物件，其实雷达波拍的会反射，其实看有，伫雷达头先是看有。所以伊开始伊判断讲，这就是论真证的资料库有即款的物件无，伊去比对。所以唔知讲吼，伊其实吼，像咱即款叫。加科技的吼，加层科技的物件吼，其实个用加层的物件来看，包括以前无想到讲用遮加路的物件啦，包括讲吼，是不是安尼？你用光学的望远镜吼去看，其实个看有。所以这个统战啊，加认知作战啊，甲整体作战是无所不敌的。对，包括伊雷达要调整，其实吼，某一个风险就讲，你伤灵敏的时阵，啊，一阵鸟啊飞过。对啊，一日到晚呜咧叫安尼。所以变做讲吼，伊的工课变较重，伊而且自己判断，啊，直直去摕别的方法，再去比对雷达。我像我拄仔讲的嘛，所以伊这是认真的哦。物件你嘛要去比对。所以伊这是认真的哦。只是讲我先收集着讲这信号。所以伊咧跳探戈的时阵，那假设讲文琪讲的，文琪这探戈大师讲的，你对。跳探戈，所以有当是真的，有当是真的，甲揽起来；有的是假的，先甲摔落去。你啊先讲吼，跳探戈的两个人是不是？爱真心意爱，真心意爱。啊后壁有唱倒啊无？你啊讲像迄有一个电影嘛，叫做两个间谍无？查某谈恋爱对无？结果对方的老头家拢派人要来相杀，结果因两个拢哈摕枪摕刀，两个咧跳探戈，安尼敢有影？啊，这种嘛是吼，来见廖老师。这是史密斯任务啊！这当然，咱看到讲，即摆中国甲美国内底，即摆关系实在足歹，啊啥足歹？咱来来爱讲的是讲，到底原因是啥？因为中国即摆足侪做法内底是无法度互美国人、互全世界信任。为啥你啊入去美国内底？咱共款伫美国发甲即条气球弹落来时阵，其他国家嘛发现啊。中国虽讲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，咱会去甲伊说明，以前毋去甲美国说明。所以咱看到是讲一个物件有两款标准的时候，这就是中国逻辑。若是中国逻辑的时阵，其实对全世界来讲，安尼就歹去了解。所以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安尼来。来，记文琪，小妹。